il, saka sepat, tuas, saka lima, tawa, saka enam, satak, saka pitu, ote, saka palu, geter, saka siwa, riang, saka motet, firang, saka cecai, ngalau, saka safau tusa, wakang, saka safau tulu,五路。好，以上后这个就是我们发行动词，也可以用你自己会的动词来使用。如果之前大家都上过了，应该是都非常的了解，也很清楚。那我们就接下来看一下，延续我们上一周所上过的被动句。被动句我们已经上完了3句，前面3句。好，那现在呢，一定以进行式这一句，进行式这一句。好，那我们就开始咯。好，中文，小孩现在正在被阿公笑。主语，maka tawaai ni agongo wawa imadini。maka tawaai，我们知道这个是例句，我们的范例就是tawa。maka tawaai ni agongo wawa imadini。maka tawaai 就是正在被什么呢？maka tawaai 正在被阿公笑maka tawaai 就是正在被笑的意思。你阿公就是阿公，古娃娃伊玛蒂尼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进行式只有一种它没有现在、过去、未来它就是现在进行式。好，那我们现在一样我们要把我们的打瓦改成其他的骂形动词。现在进行到进行式这一句那么那么大过你呢希望大家能够多练习。好，我们开始如果你用写的，也可以用说的，也可以。我们来练习咯，线上的老师还有学员，你也可以多写几句你会的句子。老师，那我先我用讲的。好，你要用写的吗？我用讲的，我现在没办法打字这样，来读，这样我用训念的，练你的语调。刚刚好，刚刚好可以训练的。对，maka maka keterai ni panai jika zao anini 嘛，改造被改造今天改造现在正在被板奈责备。magkakataray ni 你板奈几改 Nay 造？改造anini。对，中文是说今天改造被改造今天我叫伊马迪尼了。改造现在正在被板奈Nay 责备，责备，可以啊。可以哈。magkakataray 对，katar 就是生气嘛，愤怒。magkakataray 就是正在magkakataray 正在被什么什么责备，很好可以的。责备 magkakataray 可以说被责备或被骂。magkakataray 老 katar 师，就是生气。我问一下，那个格德如果直接翻成中文，比较精准的翻译是生气还是
责备啊，还是骂人呢？马嘎格德赖，我们可以说被责备啊。你刚不是刚，被骂的意思吗？对对对，哦，就是被生气了，被骂，嗯，被责备了。应该被责备，精准是说被责备了。马责备了。嘎格德赖，马嘎格德赖，对，格德儿，但是有那个，谢谢老师。嗯，赖，格德儿有那个，是 R 的音哈，马嘎格德赖。哦，其他的可以在信息栏那边写哦。希望大家今天要多练习。今天人少有好处哦，可以多练习几句。本来一句可以，改造你可以多讲3句。我们也可以说马嘎菲拉爱，马嘎菲拉爱就是也是一样，被责备、被发怒、被骂。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说马嘎菲拉爱你，马木古嘎嘎阿米尼。中文是写说姐姐现在正在被啊，我刚刚是说阿公还麻木，就是被阿嬷责备了，被阿嬷骂了。马嘎菲让爱菲让或者是马嘎达的爱都可以，就是被责备的意思。好，我看一下。哦，好，马绕的马哥哥你苏贤，苏哎贤哎，有听到吗？来，马丁尼老公。Maka ilulai ni panai jika zao imadini. Kazao 现在正在被板奈想念。好，也可以用 elo 了哈。Maka elo 来你板奈吉嘎造伊马迪尼，伊马迪尼就是现在，嘎造现在正在被板奈想念。对啊，这个句子写得很好哦，反赞嘞。Maka elo 来也可以哈。Maka elo 来 elo 就是想念、思念的意思。在这里的 Maka elo 来就是想念，被想念，被思念，被思念的意思。好，反正我们的人你书写很好，越来越厉害了。线上的可以参考，我们几位哈都是很厉害的，很会写了。好了，那多马老那么哥哥你爱丽丝爱好，爱好信息，哎，马嘎吉丁长拉阿马萨格罗伊马丁尼，他们正在手牵手跳舞。好，那个勾好，马嘎吉定，吉定就是牵手嘛，吉定就是，也可以说手牵手，马嘎吉定，长拉阿马萨格罗伊马丁尼，伊马丁尼就是现在，他们正在手牵手跳舞，他们现在正在手牵手跳舞，因为你有那个伊马迪尼，现在好，很好哦。马嘎吉定，马嘎吉定就是互相牵手。张拉阿马萨格罗伊马迪尼，很好。
谢谢我们的 Alice 哈。我们现在练习这一句进行式。线上的老师哈可以写你的句子哦，然后上传来做分享。那么努米达古尼呢？进行式这一句，哇就是笑，那这是我们的范例，那也可以换成那个一路，或者是那个的，很多的妈型动词可以来使用哦。老师，那个马嘎吉定有这样子的讲法吗？有啊，马嘎吉定啊，马嘎吉是有定被动吗？还是马嘎吉定就是马嘎吉定就是手牵手那种，是不是那个马拉吉定？马嘎吉定有，我们讲说马嘎吉定讲了，所以它不是被动，是主动，互相牵。马嘎吉定嘛，应该是主动哈，没有不是被动。我错了。因为他那个马嘎吉丁古娃娃阿鲁马嘎有没有小孩子手牵着手走路？所以它跟马拉吉定是一样的意思吗？马拉吉丁哦，马拉吉丁跟它一样没？所以它跟马拉吉定是一样的意思吗？对，马拉吉丁古娃娃，通常我们都会讲马嘎吉丁，马拉吉丁也是有地方语文吧？每位老师，那个吉定是咪型的吗？是吗？好，米吉定可以这样讲。是牵手，马嘎吉丁有啊。所以这个应该是咪型的哦。咪型的。米吉定就是牵手，米吉定我要去牵手。牵手就是米吉丁，就是主动。米吉丁个古杜嘎玛伊苏，我就是要牵你的手，这样。马嘎吉丁就是手牵手的意思。我们可以查一下那个字典。我们通常马嘎吉丁古啦马萨格鲁埃那跳舞的人就手牵着手跳舞这样。好，还有吗？还有问题可以提问哦。如果我没有补充好的，线上的老师也可以帮我补充一下哈。好，现在进行式大家都学过了哈，线上的大家一起来做练习哦。你拉好也没关系哈，就再慢慢的传上来。那我们进行下一句。老师，我问一下哦，好，就是好像那个马嘎乌拉亥跟马嘎乌西亥，马嘎乌西爱，是这种话常讲吗？还是不常讲？正在被喜欢，正在被讨厌。马嘎乌西爱那是不会很常讲。这样子讲对吗？马嘎乌西爱，马嘎乌拉亥这样。有啊，也是对啊。也可以爱是被讨厌的，对。正在被讨厌。那现在的人，对啊，那我们常讲就是会省略掉。马欧西爱我就知道是就是不喜欢了这样。如果说正在不喜欢，马卡欧西爱也是会有人讲了，看当下是怎么样。对。那个乌拉亥就是正在被喜欢，也有这种说法。要看句子前后的句子是什么。好，还有可以问的，也可以尽量提问哈。来，我们先下一句来读哟。现在完成是这一句读。小孩直到现在还在被阿公笑。马嘎达瓦爱吼你阿公古娃娃。
达哈阿尼尼啊，玛嘎达瓦埃吼，这个埃吼的意思就是还在。你阿公古娃娃达哈阿尼尼，直到现在就是达哈阿尼尼。啊，我们达瓦要换成其他的动词。玛嘎，这是我们的范例，就是玛嘎达瓦爱，就是我们的例句。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做练习哦。现在完成是这一句，玛嘎达瓦爱后，爱后就是还在的意思啊。你呢？都兰爱都跟那么努米达好。老师我先哈，你准备好了？好，请说。反正讲错你会帮我纠正。Maka不对，Maka ho ni panai jika zao nanu inaji la daha anini。那个从昨天直到现在，嘎造还在被板奈责备，哦，很进步很多哦，很好哦。对吧？对呀、马嘎德莱后，马嘎德莱后你把奈是吧？对你板奈，进打造，那努伊那吉拉那努伊那吉拉拉哈阿达哈阿尼尼，尼尼，有很好，对哦，讲的非常顺，而且你讲的结构非常的完整。中文呢？中文好来，怎么说？从昨天到今，从昨天到现在，嘎造还在被板奈责备。可是还在被把奈责备，对，那干嘛都很早都过米，那么都没修好，没有可以修正的。好，这一句讲得很好，线上的可以写打造这样哈，用讲的可以练习语调，就不会卡卡的哈。好，大家加油哦，晒责任哦，闽南呢。我们那个妈型动词很多可以使用的，我们来用看看哈，看能不能。有时候翻成中文会比较难，线上很多老师可以教我们的。好，给大家时间学习哦，慢慢写。はい。那如果你首先，はい。首先，请说。哎，Maka ho ni panai jika zao daha nini，个照直到现在还在被板奈讨厌。好，能够你首先好面梳理单。Maka usiay ho ni panay jika zao daha nini。那照直到现在
还在被把奈讨厌啊。那个欧西爱就是被讨厌的意思。好，那个欧西爱后就是还在被讨厌。整句就是马卡欧西爱后，你把那一集卡糟，那哈安妮妮啊，写的很标准哦。谢谢苏璇。来下面马老登马过给梅花，梅花爱好，爱好，哎，那fin都是个阿老技术，嗨，来技术，来，那个而且都没说过你手里单说好，嗨，哎，mga kangulo ko tamtamsaw no ni niyaro. 嗯 Mga kangulo ko tamtamsaw no ni niyaro. 这样嗯，可以吗？可以呀，马可以吗？嘎刚说，mga kangulo就是这个部马嘎落的人彼刚此相互尊对重。尊重哈，对。母鹿也可以说害羞嘛，也可以嗯解释成尊重，彼此嗯相互尊重。来呀，读，我嗯哼刚刚说过，咱们少努力啊，你啊说，来，马达马都没话，马拉等于说过你呢，马上你说好，没事，来，呀，来，来一起没话很好。母鹿就是尊敬或者是害羞。或者是羞涩哈的解释的意思，也可以解释成尊重。好，谢谢梅花。当场票就是人啊，当票是人，当场票就是一个人。好，谢谢梅花的句子哦，好，写得很好。好，那诺多你爱丽丝，はい。Nilauman ku kakanen nula midilishay saka magapoy aiho no shinshi kula midilishay nano kalahokan taha kakereseman no jishay。那个学生浪费了食物，所以从中午直到黄昏都被老师骂。哦，好，谢谢爱丽丝。好，能不能把弟弟翻译说好？米拉欧曼被浪费吗？米拉欧曼古嘎嘎恩努拉米迪里塞，那个学生浪费了食物。米拉米拉欧曼米拉欧麦，如果是照你的中文的意思是说，那个学生浪费了食物，马拉欧麦才对呢，用马拉欧麦。哦，好，我改一下哦。马拉马拉欧麦努，哦，等一下，米拉欧曼古嘎嘎恩努拉米迪里塞。米拉欧曼古嘎嘎嫩努，就是说那个学生的食物被浪费啊。对，我们去看一下下一句。Saka makapuit ay ho no sinsi kurang dilisay nano kalahokan taha kakereman no jisa。下一句是没有问题哈。我看一下上一句，米拉欧曼被浪费，米拉欧曼果嘎嘎能努拉米迪里塞，那个学生浪费了食物。米拉欧麦果拉米迪里塞杜嘎嘎能，如果是按照你的那个中文是说米拉欧麦果拉米迪里塞杜嘎嘎能，这样好，我改一下哦。会比较顺。好，你要用米拉欧麦。米拉欧麦，好，你先修正一下，我们再来看。好，谢谢爱丽丝。好，梅花，好，梅我花再一句哈。来，Magalaula ku paluno luma ni kan zao. Ugaulahan no gatai ni ai ala fang zang ra。就是嗯，卡照的家人都很会开玩笑，就是来访的客人都很喜欢他们。好，马嘎劳拉，马嘎劳拉古巴罗努罗马尼卡照，乌卡乌拉汉努卡戴
嘎带你爱阿拉方长让。他说嘎造的家人都很会开玩笑，马嘎劳拉，马嘎劳拉啊，对，来访的客人都很喜欢他。哦，嘎乌拉汉努，嘎带你爱。高了汉努嘎带你爱阿拉方长让，你要用嘎带你爱吗？高了汉努带你爱，带你爱可以吗？就好了吗？好，好好，带你爱就好了。改一下，好，改一下。好嘞，写得很好哦。马嘎劳拉就是说我会开玩笑的意思哈。马嘎劳拉古拉，打入鲁鲁嘛，你嘎招啊，嘎招的家人都很会开玩笑，所以来访的客人都非常的喜欢，写得很好哦。好，美修正了你爱丽丝，米拉欧麦古拉米迪里开度，嘎嘎嫩萨嘎，马嘎不会爱努，马嘎不会爱。Makapoy-ay ho no sinsi kurami tirisay nano kalahokan taha kekeraman no jilan。好，爱丽丝，你来念一次。你老麦过来米迪赛杜嘎嘎嫩，那个马卡波伊爱好，努信息过来米迪赛，那努嘎拉霍干达哈嘎格勒曼努吉赛。kekeraman，嘎格勒曼。对，kekeraman no jilan。好，大妈都好，好，来，请爱丽丝按。好，美花修正好了哈。拉乌拉汉努带你爱阿拉方长让。好，大妈都，谢谢美花，修正好了，我们可以来参考。好，谢谢。好，伊兰诺多好，还有线上的老师还有学员，米达南吉达好，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可能秘书，你要写什么可以写出来给大家分享哦。好，谢谢。好，今天读一，下一句哦，过去完成时这一句，小孩已经被阿公笑了1个小时。maka tawa ay tu ni akong kuwawa zecai atatukian。聊完后过后，maka tawa ay tu ni akong kuwawa zecai atatukian。maka tawa ay tu，小孩已经被阿公笑了。ay tu 这里就是已经意思哈，被阿公笑了1个小时。只在atatukian 就是1个小时。好，整句哦，我们也要把答案换成别的马形动词来做练习。蒂娜他们大过你呢？这一句过去完成时这一句哦。maka tawa ay tu ni akong kuwawa zecai atatukian。这个zecai atatukian可以换dusa atatukian哈。好的，那他们努米达。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哦，之前的上一个的，上一个，对，那个刚刚有提到那个武术这个字啊，害羞嘛，或者是尊敬。老师，我想请问一下，maga 武术爱可以翻成那个吗？被尊重吗？maga 可以啊，maga 武术爱，它是写尊重。可以这样讲哦。那对啊，马卡乌说爱也可以翻成被羞辱吗？可以啊，也可以哦。马巴刚乌说爱要加把，马好像巴巴刚哦，对对对，马巴，马嘎，马嘎巴吗？还是马巴？马巴刚乌说爱努米苏紧让，你让他受到羞辱。老师，你再念一遍。马巴刚乌说爱努米苏紧让，
你 OK，他被你羞辱，对，马巴好好，刚乌说才有被羞辱被的意思。羞辱的意思哦。那对对马嘎乌苏爱有被尊重可以吗？对对对对，马刚马巴嘎乌苏爱就是被羞辱。对，好好好，谢谢谢谢。对啊，你的提问非常好呢。对，就是有这个差别啊。马刚乌说就是被尊重，如果是马巴刚乌说，马巴刚乌说爱，特别就是马巴刚乌说爱，努米说古妈妈一说哈，可能那个小孩子很不争气，让爸爸脸上无光的意思哈。好，谢谢改造的提问。好，那老师，我直接念下一句了哈。好，爱豆，你直接念。马格德莱，哎，马格德莱布，嗯你班奈吉嘎造，只在啊罗米亚嗯，啊，好哎，嘎造已经被班奈责备一整天了。哦，好，非常好。那你再念一次那个主语，我再听一下。马马嘎嘎，马嘎格德莱，你班奈吉嘎造，只在阿罗米亚。哦，可以，你没有加读哈。马没有嘎格读哦。德莱读，哦，对对对对，好，马嘎格德莱读你，啊，奈几个照，只在阿鲁米二，对，很好，讲得很好。我他妈爱读好，就是这样子讲。马嘎格德莱读已经被打造被把奈责备了一天啊，对，很好哦。用讲的也是很好。其他的也要努力的学哦。希望大家都一起来练习。我们也可以说马卡菲拉爱杜你把那几个招只在啊大肚吉安哈，马卡菲拉爱就是被责备了，被骂了，被骂已经被骂了多久时间？好，给大家学习哦，线上的大家一起来练习。嗯，好，那如果你智慧阿弟，那么速度，好，magari angay tunu oras kulalan zai alibay，嗯，马路被大雨破坏已经1个礼拜了。非常好。啊，能够那么说好。Magari angay tunu orasku lalan在阿里拜。对，马路就是拉烂，马路被大雨破坏已经1个礼拜了。对，哈，这几天连续下雨，受害的都是马路哈。谢谢智慧写得很好。Magari angay 也就是破坏的意思。Magari angay tunu oras 就是被雨破坏了。谢谢我们的智慧。在古米比利达诺米说好，好，那诺多，你苏贤，请说。哎，maka usi ai tu ni panai jika zau zai aflas.
嘎造已经被巴奈讨厌1个月了。好，马嘎乌吉爱，乌吉就是讨厌嘛，不喜欢了。马嘎乌吉爱度就是已经讨厌了的意思。杜尼巴奈吉嘎造只在阿弗拉，就是嘎造已经被巴奈讨厌1个月了。只在阿弗拉，弗拉就是1个月，只在阿弗拉，弗拉也就是代表月，或者是加上只在就是1个月的时间。好，谢谢我们的苏贤。好，那你马拉多的马哥哥，你爱丽丝。好，爱丽丝，你没说到。好。Misa mga hay kula wawa do suwal saka makapoi ai do no ina nina kula wawa 只在莎莎亚。那个小孩说了谎话，所以那个小孩已经被他的妈妈责骂了1个晚上了。好，能不能打过的没说好。Misa mga hay， Misa mga hay， Misa mga hay kura wawa do suwal。那个小孩说了谎话，对。Saka makapoe ai no tunu makapoe ai tunu ina ningra kura wawa 只在阿拉拉亚，所以那个小孩已经被他的妈妈责备了1个晚上了。好，你这个句子写得很好哦。我们爱多好，米萨曼阿害就是说谎话的意思。古拉娃娃那个孩子有12说谎话，那个小孩说了谎话。萨嘎，所以马嘎布耶爱就是被责备，马嘎布耶爱就是被骂的意思哈。马嘎布耶爱多努伊那宁拉古拉娃娃只在阿拉拉亚，就是所以那个小孩已经被他的妈妈责备了1个晚上。只在阿拉拉亚就是1个晚上。好，谢谢爱丽丝，越写越好哦。好，这一季大家都充分的学习了哈。伊拉诺都给大好，进度很快哦。未来完成这句哦。小孩等一下就要被阿公笑了。Uma makatawa tu ni agongu wawa， 然后你Uma， 这里就是就要的意思哈。makatawa tu 这个tu就是了。你agongu wawa， 然后你就是等一下。整句是说小孩等一下就要被阿公笑了。Uma makatawa tu， 好。那你们就要换一下字根哈。好，你难度过那么的米达，就是最后一句被动句的未来完成。好，最后一句咯。那么大过你难。老师，那我先。你先讲。好，你先说。好，你用说的好。乌妈妈嘎嘎的，等一下，乌妈妈嘎嘎的度，这样这个口气对吗？乌妈妈嘎嘎的度。乌妈妈嘎嘎的度，你把那去嘎造，然后呢，就是等一会嘎造就要被把奈骂了。对，很好。你那个口气就是变得很好。那个第2句，
妈妈嘎嘎嘚儿嘟，这样。我妈妈嘎个嘚，嘚儿嘟，我妈妈嘎嘎，我妈妈要很生气的话，嘚嘟，我妈妈嘎嘚儿嘟，这样要很好好重的。，我妈妈嘎个嘚嘟，这样还你把那一起嘎糟，然后你这样。如果是会被骂得很惨的时候，就要念得很重。我妈妈嘎个嘚儿嘟，可能嘎造很晚回家，要被把那老师，一场背。我问一下，他这个口气是说，等一下他就该死的，他一定会被骂，他做了什么错事，是这个被骂得意思吗？很惨。对啊，哦，就是这我妈件嘎嘎，事一定会发生就对了。对，因为可能酒醉在外面还没回哦家，被哦，我懂了，我懂了。家里的人就很生气，这样哦，那种口气。我妈妈嘎嘎嘚儿嘟，有时候我妈妈嘎嘎嘚儿嘟，这样。我妈妈非常嘟，对，我妈妈嘎非常，我妈妈嘎，如果是加上玛嘎，我妈妈嘎个嘚儿嘟，这样会被骂得很惨。念得很好哦。所以我们阿美族讲话，要听语气。可是有的部落哈，好像不知道是哪一个地方，我忘了。他们听说生气后都听不出来是，像我们东海岸的都要很大声，这就知道他很非常生气程度多大这样。还有的地方部落哦，他们生气，他们讲话虽然很柔和，他们就是非常生气，可是我们不知道的人以为他们都没有在吵架。不知道以前有人跟我分享过，不知道哪一个部落我忘了。他们讲说我妈妈嘎个嘚儿嘟，这样我就听不出来他们是真的生气。后来他们说他们已经是要发怒了，我也想不起来是哪一个部落。所以我们台东的人讲话都会听语气啊，生气的程度多啊，听他的语气就知道了。好，我们最后一句哦，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哦。那么努米达古尼呢，未来完成是这一句。没办法写的用念的哦，用说的，说的也是很好哦，可以训练自己的声调念的语调会加强，会进步的哦。每天多念几句，多说几句主语就会进步，就不容易打结哈，就会讲的会很顺畅，会流利。所以我们不要吝啬说主语哦，这个是很好学习的很好机会啊。最后一句哦，不能被动句。再等一下下哦，相信你们还在努力的写。我们写完这一句，我们就进入到下个单元，就是祈使句了。时态的祈使句。
好，如果还在写的没关系哈，我们就写完再来传上了。来，我们就接下一句喽。好，被动句大家都已经充分学习了，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祈使句的肯定句这里哦。我们的范例是个达瓦杜娃娃，意思是说像小孩。那我们就第一句哦，第一句在这里，现在是这里哈。中文是说笑小孩，笑就是嘎达瓦杜娃娃啊。那我们要达瓦要换成别的动词哈，大家都知道哈。好，那如果上一句还在写的也没关系哦。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祈使句，我们也可以这3句可以一次做练习。好，那我们仍然从第一句开始做练习。好，上一句的如果还有人要写也没关系哦。好，现在华劳多的马姑姑你苏贤。はい。おままか牛と、おままか牛と你把那几个招阿努后你个招，等一下就要被把那讨厌了。好，很好哦。我妈妈个欧西度，你把那几个招，妈妈个欧西就是要被讨厌了哈。妈妈个欧西度，你把那个招，等一下就要被把那讨厌了。讨厌就是妈妈个欧西哈，欧西都打结了啊。妈妈个欧西，好，写得很好哦。谢谢我们的苏贤。今天就给大家以祈使句哦，句子很短很容易学习，哈。好，今天就给大家以祈使句哦。那咱们努米达古尼南，如果上一句还有人在写，那爱多号等一下写完了再上传。好，爱丽丝，好，马劳多努马姑姑努米说，阿弟，我是恩，嗨。mi kaliangay ji nakao to tingnaw saka umama kapoy to umama nangna umama ningna ji nakao anu inukayan umama nangna nakao 弄坏了电脑，所以nakao 将会被他的爸爸责备。当他爸爸回来的时候，好哦，你写得很好。Makari angay, makari angay, nakaw. Mika aniyong miha, mikari angay, nakaw tu inaw. Saka umama kapoe tono mama ningra, nakaw ano. Pinukayan no mama nangra. 好，mikari angay 就是弄，就是故意弄坏哈，弄坏了电脑。Saka 所以 makapoe 就是会被骂的意思。no mama ningra jinakao anu pinukayan 就是回来的时候。no mama nangra 就是他们。好，写得很好哦。mikari angay 就是弄坏哈，电脑弄坏了。mikari angay 就是弄坏了东西。好，谢谢 Alice 写得很好哦。这是你上一句的哈。好，我们接下来就是祈使句咯。现在是这一句。如果上一句还有人在练习，也可以写完了就可以传上来哈。老师我先。好。啊，第一句哈，个乌苏
吉班奈yan，噶乌苏吉班奈yan，尊敬一下班奈嘛，是这个意思吗？你说武术吗？武术，刚对对对，武术，吉班奈yan，刚武术都几班那样，这样哈。尊敬一下刚武班奈的。对对对，刚武术都几班那样，对，尊敬一有都吗？下本奈老师啊。有刚乌有说吉班奈yan有都哦，我第一还是没？句是刚乌说吉班奈嘎嘎哇yan，都娃娃，刚武术都几班那样，对，有都。你有念到都吗？你我只是好像没有念都呢。念刚武术，不是哦。刚武术几班那样，你是可以啊，要对班奈尊敬，可所以以，不用都也可以哦。嗯。偶尔不好，多也可以，刚武术几班那样，要对班奈尊敬。哦，对，很好，讲得很好。第一句，好，大家练习第一句哦。伊萨卡自在，刚刚改造用武术哈。我们那个 NG 很难念哈，刚武术，有时候学生在学校哈都念不出那个NG 的那个发音都很难。所以我们的武术就是尊敬。老师，我在问哦，如果我说比巴乌说吉班奈yan，就是去羞辱班奈，这样是这个意思吗？一般武术吉班奈yan，吉班奈yan，有哦，去羞那个辱一下班奈，这对样对对，有这个意思哈？一般武术对，哦，一好好，般武术对一打起班来就是让他羞辱。一般武术对，有那个意思，没错。有时候我们会讲说，羞辱他，一一一般武术，还有别的说法呢，我一时忘记。还是把乌说摁，把对对对对，帮我说打起那对，帮我说对，没错。刚刚还一时想不起来。好，第一句还有人要写吗？还是你们三句一起来写？最下面一句也是很简单哈，越简单就是等一下想很久哦。等一下大家好了哈。那老师，我顺便把下面两句也念一下。可以啊。好好，第二个哈，对，嘎乌笑小孩。嘎乌苏吼吉班奈yan，哦，先尊敬一下板奈嘛，这样对对对。是这个哈。第三，对对对，刚武术好，刚吉班武术好，你刚刚有加1N 吗？刚没有没有，武术好，有，刚武术好，几版那样，对，可以哈，很好啊，对对对，尊敬一下板奈嘛，是这个意思哈。还再来第第三个，三句，嗯嘎嘎乌苏度吉班奈yan，阿努呼尼嗯，刚武术都嘎乌苏度吉班奈yan，阿努呼尼。对，等一下就要尊敬他了。对，等一下，刚武术都几版那样，然后你等一下，等一下就要尊敬板奈一下了，这样。对对对，等一下就要尊敬版奈了。这个什么意思？是说
等一下板奈可能跑100公尺会得第1名，那等一下就要尊敬他一下，是这个意思吗？我说都几板那样，然后你意思是说，等一下，如果是说等一下你就要尊敬板奈。我说都是说等一下不要乱讲话，如果是哦，我懂你这个意思了，就是等一下嗯，等到他上台的时候不要乱讲话，这样哦，我懂对，我懂了。你要尊敬他。有的好，人在演讲一半，有的人会插嘴，我们会交代说，我说都，要尊敬一下台上的人。哦，懂。嗯，然后你好像是在交代事情，哦，了解了，就是就是特别的等一下那个提醒。板奈要上台了，不要在下面讲话这样。对对对，我说都，嗯，对对，很好，就是这个意思哈。好，所以大家也可以从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这样写。好，那我们刚好，我们8点后，跑路爱嘟咕嘟给我们先喝水一下。是 Magno 弥索，要遗忘你的不好的事情。哎，很好哦。Katawar tu mati ihai atamak memiso。Katawar 就是要遗忘，mati ihai 就是不好的，atamak memiso 不好的事情，要遗忘你的不好的事情。好，来举爱丽丝安好，好，兰诺多好，智慧，memiso 都Hai, kanguru tu mato asai atau cita nengai. 敬啊，老尊贤。敬老尊贤很好哦。成语后敬老尊贤。刚说的嘛都阿塞阿都几个能爱，很好，简短哈，写得不错。刚说就是要尊敬的嘛都阿塞，马多阿塞就是我们的长辈，多吉达能爱就是就是我们的有智慧的长辈哈。整句就说敬老尊贤的意思。好，谢谢智慧哦。刚无数就是要尊敬哈。好，你们都是在第一句哈，现在是这里。好，那我们就下一句哦。嘎达哇吼杜娃娃，好，完成是这一句。先笑小孩，这是我们的例句哈。那请大家做练习哦。萨卡杜萨，你2句、3句一起练习都可以哦，句子都很短。今天大家的进度很快。第2句先笑小孩，这边有一个先，我们这里是后的意思。那娃后有娃娃，我说后之类的哈。如果是说要尊敬，我说后有马达赛这样，或者是说嘎巴那后有马达赛这样，都可以做练习哦。第2句哦，线上的还没有上传的哈，这个时候写完了就可以传上来哦。我们互相学习。未来式也可以一起练习哦。等一下就要笑小孩了。kata waktu tu wawa anuhoni 就是等一下，这里的都就是了的意思哈。好，anuhoni 就是等一下的意思。我们这2句可以一起来做练习。好，
好，孙贤，能咪说多。嗨嗨，Kafana ho tu falutu aku，先了解我的心。对，好，你就按照上一句再加一个吼吼。Kafana ho tu falutu aku，先了解我的心。Kafana ho tu falutu aku，很好哦。那个 ho 就是我们的完成式这一句哦，加上 ho。这里的 ho 就是翻成先的意思哈。你可以按照你上一句来加上一个 ho 来做练习。也可以先看一下第3句哦，未来是这一句。再等一下大家哦，好，这未来式也是算很简单的句子。来下一句，看一下是谁哦，好，爱丽丝，能不能说多？はい。Katawal ho tu suanu holam我妈妈把那一说阿米山的班大，先忘记华语，你将很会说阿美。哦，好。Katawal ho tu suanu holam，先忘记华语。妈妈翻那一说阿米山的班大。妈妈翻那一说阿米山的班大。你将很会说阿美语。妈妈翻那一说阿米山的班大，很好。那都可以说啊，爱丽丝好。那都没伊丽写的很棒哦。好，那继续哦。你的努爱多好也要完成哦。未来是这一句。明天你第3句哦。大家要努力的写哈。对，等一下，大家如果还有人写的话，还没写完的也没关系哦。想好了再传上来哈。那我们祈使句的肯定句也大家都有学习到了。能跟他一个下一个祈使句的否定句哦。我们进入到否定句这里了。好，不要笑小孩。阿嘎嘎达瓦杜娃娃这是我们的范例哈。阿嘎嘎达瓦杜娃娃，不要笑小孩。第一句是现在式，不要笑。阿嘎嘎达瓦不要笑就是阿嘎嘎达瓦杜娃娃，不要笑小孩，也是很简单哦。好，也是一样否定句，只有3句很好发挥。祈使句的否定句只有3句，那我们前面的肯定句也是3句哦。
好，先给大家看一下。好，能头。好，马上那么哥哥你出现。嗨，咖啡朗读几个早晚安后呢？等一下就要对嘎造发脾气了。哦，你是上一句哈。咖啡朗读几个早晚安后呢？咖啡朗读发脾气啊。然后呢，等一下就要对嘎造发脾气了。非常多几个早安，然后呢，好像是说要对别人说，等一下要对嘎造生气哦，要对他发脾气哦的意思哈。非常多几个早安，然后呢，谢谢苏贤。好，这是上一句的哈。好，如果还有人还在写，没关系哦哈。我们进行到否定句哦。否定就是阿嘎阿嘎嘎。这里第一句阿嘎嘎达哇，阿嘎嘎达哇，不要笑，的娃娃，一样哦，只有3句。你们可以写说阿嘎嘎菲让娃娃，不要对小孩发脾气。老师，那我先哦。你先好。好，我一次3句哈。真的哦。阿嘎嘎格德，阿嘎嘎格德吉板奈样。不要责备板奈。对。阿嘎吼嘎格德吉板奈样，先不要责备板奈。对。阿嘎杜嘎格德吉板奈样，然后呢？等一下就不要责备板奈了。对，哇，你3句都很棒哦，你念得非常好。对，完全正确哦。所以我们的否定句就非常的简单哈。所以线上的学员也可以一起3句一起做练习。短短的3句简单的表达就好。梅里斯，米斯都，你是第一句哈。是准的。萨拉拉恩，嘎达瓦多萨法瓦阿诺霍尼，等一下就要忘记钥匙。好，萨拉拉恩，慢慢来。嘎达瓦多萨法瓦阿诺霍尼，嘎达瓦多萨法瓦阿诺霍尼。等一下就要忘记钥匙了。嘎达瓦多萨法瓦阿诺霍尼。对，句子是对哈。等一下就要忘记钥匙了。嘎达瓦多萨法瓦阿诺霍尼。我是叫他忘记钥匙哈。好，谢谢 Alice。萨拉拉恩就是慢慢来。好，第二对否定句哦。你这个是上一句的哈 ，Alice。肯定句那里的第3句。好，我们祈使句的否定句哦。杜鲁古纳纳纳门努米大号有3句。然后学改造一样哈，一次就讲3句。那线上的也可以哦，大家都很熟悉了，所以一次可以
完成3句。来，智慧，那么说多。智慧，开麦克风。有，말하도 아고 놈이서. Akak Anof marang to minukaito，不要贪心，够了就回家。好，很好哦。아까 Anov 就是贪心哈，不要贪心。아까 Anov marangdo minukaito，够了就回家了。对，有时候我们去海边，看到很多可以捡的好料啊，这个都可以一直拿，不停的拿哈，可以用这一句哦。Agak Anov marangdo minukaito，够了就回家了。好，谢谢智慧哦。或者是我们采野菜也是一样哦，采很多野菜的时候，哇，一直采个不停。可以用这一句哦 agak Anov marangdo minukaito，写得非常好。还有下一句要下2句，先不要笑小孩。Agaho katawa tuawa。如果是说用智慧的这一句说 Agaho ka Anov 也可以哦。Agaho ka Anov 先不要贪心的。所以第一句可以连续的写下一句哦，如果不换句子的话。我们的否定句只有3句来做练习，非常的短哈，可以让大家更熟悉我们的时态的描述。第2句、第3句哦，想一下要用什么字根来做练习。再等一下大家的同手，我们看一下哦。我们这否定句上完了，我们就要进行到也是一样问句，时态的问句或者是问人。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下一个进行的是问句问人，也是一样5句，我们慢慢做练习。好，我们现在是否定句这里哦。看一下今天我们第2来。好，你出现，那没说到。Agak kafilang cipanayan，不要对板奈发脾气。Agak ho kafilang cipanayan，先不要对板奈发脾气。对。Agak tu kafilang cipanayan anuhoni，等一下就不对板奈发脾气了。好，非常好。第一句是说 agak kafilang cipanayan，不要对板奈发脾气，filang就是发脾气哈，加上 agak 就是否定句，不要对板奈发脾气。好，写得很好。Satu agak ho kafilang cipanayan，先不要对板奈发脾气啊。Sakatulu tu agak tu kafilang cipanayan anuhoni，
等一下就不对板奈发脾气了。Agatu kafiran banayan anhoni 啊，写得很好哦，中文也是很贴切哈。等一下就不对板奈发脾气了。好，谢谢板奈哈，其实书信写得很好。好，下一句，好，你 Alice 能没说多？阿嘎嘎达瓦多扎吉奥诺班扎，不要忘记阿美语。阿嘎和嘎达瓦多苏瓦诺马多塞，先不要忘记祖先的话。阿嘎多嘎达瓦多迪列诺米苏阿努哈古瓦，将来不要忘记了自己。好，我们看一下你 Alice，你是写3句哈，大家都进步了。阿嘎嘎达瓦多扎吉奥诺班扎，不要忘记阿美语啊，真的哈，我们不要忘记阿 Miss 的话。好，萨卡杜萨，阿嘎吼嘎达瓦尔杜苏尔努马多阿塞，先不要忘记祖先的话。哦，很好。第3句哦，萨卡杜鲁，阿嘎杜嘎达瓦尔杜迪人努米苏阿努哈古瓦，将来不要忘记自己阿努哈古瓦啊。哦，阿嘎杜嘎达瓦尔，阿嘎杜嘎达瓦尔杜迪人努米苏阿努哈古瓦啊。将来不要忘记自己。也可以换阿努哈古瓦，可以换成其他的说法吗？阿努伊古尔也可以哦，尤里斯。好。阿嘎杜嘎达瓦尔杜迪人的米说阿努伊古尔这样。阿努伊古尔之后，将来之后，你这边是用将来哈。阿努哈古瓦。哈古瓦也是对了，我们也可以用伊古尔，也都可以。你写的没有错哈，我只是说还可以用别的说法，就是说之后不要忘记自己，都可以用哈。谢谢我们的 Alice， 3句都写得很好。反扎杜古米杜里拉努米苏表达得非常好。好。我们线上还有几位还没写到的哈，是不是在旁边旁听的？好，也没关系哦。好，谢谢大家。那我们进行到下一个问句哦。如果以上还有人还在做练习，也可以等一下写完了再一次传哈。那感悟路哟，写完了就是要分享。好，谢谢。我们接下来就是问句的问人。吉玛古马达瓦埃杜瓦瓦，这是问句哈。笑小孩的人是谁？吉玛古马达瓦埃杜瓦瓦。好，时态这里第一句是现在简单是这里哦。中文，每晚上笑小孩的人是谁？吉玛就是谁的意思。古马达瓦埃杜瓦瓦，笑小孩的人。杜沙沙呀沙呀，每晚上杜沙沙呀沙呀。吉玛古马达瓦埃杜瓦瓦杜沙沙呀沙呀。每晚上笑小孩的人是谁？第一句哦，伊萨卡兹在古纳那么那米达号。吉玛就是谁？那么那米达古尼呢？老师，那我先哈。好。Jima kuma keterai Cipanayan tu Rumiamia， 每天责备板奈的人是谁？好，很好。金马古，你刚刚用哪一个？那个字儿吗？马格德莱。马格德莱哈。马格德莱Cipanayan tu Rumiamia。好，这是疑问句。tu Rumiamia 问句。对 tu Rumiamia。对，所以我们要往上扬一点。好，念得很好。中文呢？
每每天天。责备板奈的人是谁？好，很好。你用读鲁米阿米阿，好，很好。读鲁米阿米阿就是每天。好，谢谢打仗哈。好，第一句哦，金马古哦，马达瓦爱，这是我们的例句哈。金马古马达瓦爱多瓦多拉萨呀萨呀，所以我们这个是问句，所以我们后面要往上扬。好，马拉多诺马姑姑，你爱丽丝。嗨，今马古巴达瓦莱多巴达佛安多巴巴登巴登，每天早上忘记便当的人是谁？好，大家好，我们是里达的秘书，能干。Cimaku matawalay tu matafuan tu papazen，每天早上就是papazen，好，这样子念哈。每天早上忘记便当的人是谁？便当就是巴达福案，巴达福案就是便当的意思。Cimaku matawalay tu matafuan tu papazen，写得很好哦。大家加油哦！伊萨嘎自在好，大家多多练习。没有写的人也可以听他们说哈，自己写在笔记上、笔记本上，也可以自己在自己念，自己练习念他们写的。我们的问句有5句哈，有现在简单、过去简单、未来简单式，还有现在完成、未来完成式。给大家一起来做练习。那能不能打过那5句哦？麻烦那都给打好，把你 please。好，看一下，往下滑一下哦。好，好，马老多多马姑姑，你出现。Hai, Cimaku mafilangai cipanayan Doromi Ami Ar，Doromi Ami Ar，每天对板奈发脾气的人是谁？好，非常好哈。Cimaku mafilangai cipanayan Doromi Ami Ar，每天对板奈发脾气的人是谁？写得很好哦。线上的也可以参考哈，大家写的句子都非常棒，值得我们参考哈。语法结构写的都非常好，我们可以看我们的例句来做练习。如果线上刚刚写完第1句的，也可以进行到第2句哦，先做预备哈。我们先等一下下，还有其他的学员也要来写，先等一下他们。大家尽量学习哦，尽量写。如果前面第1句完成了，我们可以继续的第2句、第3句。萨卡多塞、萨卡多罗号，第3头以纸上，先写在纸上。我们的拉萨呀萨呀，这个晚上我们也可以写鲁米阿米阿，或者是米哈扎哈扎按也可以哦。时间副词我们可以换每年、每月、每周或每日、每小时。
如果还在练习的，打了安吉苏哟，那我们很快练习的人就可以进行到第2句哦。那我们一样哦，下一句读好，因为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的进度就会加快。第2句哦，伊萨卡图萨读好。昨天笑小孩的人曾是谁？昨天笑小孩的人曾是谁？今嘛读古嘛达瓦爱读娃娃，伊那吉拉。今嘛读古嘛达瓦爱读娃娃，伊那吉拉。这里的读就是曾，然后这红色字体哈，一看就可以知道可以对照。曾是谁？今嘛读今嘛读古嘛达瓦爱读娃娃，伊那吉拉。这也是问句哦。好，第二个伊萨卡图萨。老师，我试看看。好。今嘛都古马格德莱吉班奈安伊那吉拉。Kakutu古马格德莱吉班奈安伊那吉拉，是这样吗？Kakutu又是我，是吗？可以这样翻吗？就是我这样。你是说主语吗？Kakutu马格德莱，Kakutu。如果是Kakutu马格德莱吉班奈安，就是我的意思。由我来对他生气。由我来哦。对。那如果说就是我要怎么讲？你说什么？就是我。对啊，就是我，就昨天就是我笑他的那样。Kakutu马格德莱吉Kakutu，不要加上读的话，Kakutu马格德莱就好了。就回答就是事实，就直接Kaku就可以了。对对对。回答就不用加读了，这样。对对，如果你加读的话，Kakutu马格德莱就说由我来对他生气，这样。所以回答不用加读，问的时候可以加读。你刚刚问，你问一下，我听一下。你刚刚问吉马都，不，吉马都。吉马都，对，吉马都古马格德莱吉班奈安那吉拉。Kaku古米格德莱吉班奈安伊那吉拉，这样哈。Kaku古米格德莱，对，你这样子问跟回答是对的。所以回答就不用加都了。来，阿卡杜嘎加，阿卡杜巴杜嘎了嘟嘟。好。就Kaku古米格德莱就直接讲。OK， 好。对，很好哦。好，第2句哦。今嘛都古嘛达瓦爱杜娃娃伊那吉拉。这一句来做练习好。所以我们阿密斯的话有很多的变化。如果你常常说的话，就会很容易听得出来哈。要怎么说，要怎么回答。好，在这人都能明白一点的伊萨卡图萨好。后期简单是这里。然后我你爱丽丝，你说的。今嘛都古马达瓦莱阿米阿拉多巴达布安伊那吉拉。昨天又是谁忘记拿便当？第一比多古马达瓦莱阿米阿拉多巴达布安伊那吉拉。是一比昨天又忘记拿便当。很好。有问有回答哈。今嘛都古马达瓦莱阿米阿拉多巴达布安伊那吉拉。今嘛都昨天又是谁忘记拿便当？第一比多古马达瓦莱第一比多古第一比多古马达瓦莱阿米阿拉多巴达布安伊那吉拉。第一比多古马达瓦莱第一比多古马达瓦莱第一比多古马达瓦莱应该是说你一比多古马达瓦莱阿米阿拉要用你一比
是一币，昨天又忘记拿便当。老师，这个也要加都吗？你一币古马到，你一币都，它在这里是可以加了。你一币都古马到来，可以哈。你一币都要用你一币都，也可以加几一币是一币，对，也可以。一币都古米到马到来，米阿拉，有巴达福安伊那吉拉，对，这是肯定的回答。是一币昨天又忘记拿便当。以及我那个几币要改成你一币比较好哈。对，你一币都是一币，对。如果是说是一币，那个一币哦，马达瓦来也可以的，你一币或你几一币都可以。是一币忘记带便当，你要用你一币多也可以。哦，好。谢谢爱丽丝。好，你们现在是第二句了吗？好，大家都练习到第二句。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咯，很快的到第三句。萨卡多鲁多号，萨卡多鲁阿图线。第三句，明天要笑小孩的人将是谁？哦，阿基玛就是将是谁的意思哈。这里阿基玛，这里的阿就是将，阿基玛就是将是谁？故matawa ay tuwawa ano rapak. Ajima ku matawa ay tuwawa ano rapak. 好，今天都伊萨卡多鲁都先了，阿基玛都好，首选的应该是伊萨卡多萨号。好，首选，那么说的，はい。今都过matalawai都gawas ilafi，半夜怕鬼的人是谁？Jika早都过matalawai都gawas，嘎瓦斯， gawas 写错，都 gawas ilafi，半夜怕鬼的人是嘎造。好，非常好的句子。好，能打。今嘛都过matalawai都gawas ilafi。半夜怕鬼的人是谁？Jika早都过matalawai都gawas ilafi。半夜怕鬼的人是嘎造。好，句子写得很好哦，有没有错误哈？好，修正好，嘎瓦斯好，谢谢苏贤。很扎古米弟弟他都没说好。那达拉外就是怕啊，害怕的意思哈。拉皮伊就是半夜的时间啊。好，一定都伊萨嘎多鲁哟。好，写完第二句完成了，就进行第三句哦。我发现大家都越来越进步了。我也是在学习学习大家的句子，大家一起成长，一起学习哦。Saka akato kanguru kita amitirit hao，我们不好意思写。好，写完的就可以自由的往下哦。老师，那我先试看看。伊萨卡杜鲁，对，你要写啊，好，最好。阿基玛古马的爱伊鲁玛阿努呼尼。等一下，在家里睡觉的人是谁？哦，对，吉嘎早古马的爱伊鲁玛阿努呼尼，这样。等一下，在家里睡觉的人会是嘎造。可以啊，很好，你念的非常好。达玛多，我再念一次看有没有记起来。阿基玛古马福迪埃
伊鲁玛安霍尼是这样吗？对对对，好，对。Jika照顾mafuti ai iluma anhoni 是这哈。Jika照顾mafuti ai iluma anhoni 这样对哈。对对，妈妈都好，对，好。那写的人加油哦。改造都是完全用说的哈。那改造你有写吗？还是你直接看，直接说？我我想知没办法，道一下。我现在没有办法打字了。反正对，我讲错，你会帮我纠正。不是，你都是自己直接讲哈，对呀，不用对呀，打草稿了哈。如果是有人就会先写一下大概要写什么这样。哇，你很棒哎，直接说。所以你以后看到我都要用主语哦，直接讲板扎的话，对话，我尽量。你就你就会可以当醒戏了哈。将来尽力可以尽力。教传承呐。好，谢谢改造的分享。还有线上的在责任哟。很快哦，时间就过去了。尽量今天大家都要写完这3句哈，就是未来简单是这里，或者是进行到第4句也可以哈，看我们的时间。第4句是金马佛还是谁？这还蛮简单的哈。好，第3句哦，未来式这里。好。如果还有人在想的、写的，还在写的，没关系哈。写完再上传。那完成的也可以往下看哦。像改造先准备，像改造先准备要说第4句了。我们先等那个其他的，还在线上写的，还在线上书写的老师还有学员，不要紧张哦。要写好。我没有催大家哈，希望大家好好的发挥。每一个句子都要学到。好。はい、エリス、飲みそと。Hajima go Patawalai Amialato Patapuan Anushafak，明天又将忘记拿便当的人是谁？在甘扎你一比go Mama Tawalai，一下哦，Mama Tawalai Amialato Patapuan Anushafak，一定又是一比，明天又将忘记拿便当。真的哈，很标准的句子哈，我看一下。Ajimaku matawalai amiala tupatapuan anurafak。明天又将要忘记拿便当的人是谁？在赶着这边的语气是这样，在赶着你一股matawalai amiala tupatapuan anurafak。一定又是一必明天又将忘记拿便当，这样在赶着这样爱丽丝，你讲那个在赶着那边，在赶着你一比go Mama Tawalai Amialato Patapuan Anushafak。对，好，很好，巴鲁古米，阿西巴努米说，好，
下一个你苏贤。等一下。对，好。你写2句哈，好，没关系。因为我有想说回答写一下。好，可以啊。阿基玛果马乌马海伊鲁杜安努基拉，明天在山上种田的人将是谁？阿基法给果马乌马海伊鲁杜安努基拉，明天在山上种田的将是法给。好，句子很好哦。阿基玛果马乌马海伊鲁杜安努基拉。阿基玛果马乌马海伊鲁杜安努基拉，明天在山上种田的人将是谁？回答是阿基法给果马乌马海伊鲁杜安努基拉。明天在山上种田的将是法蒂。好，法蒂就是叔叔或者是舅舅啊。阿基法蒂狗妈妈嗨，伊鲁多安努吉拉。明天在山上种田的将是法蒂。哦，很好哦。我们又学到1句了哈。谢谢苏贤。好，然后智慧你还没写哈。如果有写了，记得上传哦。好，线上的，老师尽量写哦。线上的学员也要多学习哈，每一句都要学习。那很快哦，我们进行到第4句读号。老师，我请教一下哦，我们那个未来式老师用阿基嘛？那如果说回答的时候，如果说是嘎造的话，就是阿基嘎造要加一个啊，是不是？阿基嘎造阿基麻药是这个意思吗？阿基嘎造可以啊，阿基嘎造也可以啊，都可以。阿基就是有一个是将会是嘎造的意思吗？阿基嘎造这样。对对对。哦，阿基嘎造。那如果是几嘎造的话，就是嘎造，它就没有未来式的意思，是不是？是嘎造。对。那阿基嘎造是将是嘎造这样。对对对。哦，好了解了。好，就是将，你讲对了哈。如果直接讲几嘎造，就是4嘎造。几法给就是4法给，就是没有将哈。之前写在有写将哈，因为有几法给。好，谢谢嘎造哈，提醒我们一下，顺便教我们要注意，加上的时候就是未来将是的意思哈。好，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麻烦大家好，一定要注意了哟。直到现在笑小孩的人还是谁？起码好过または愛とは那阿尼起码好就是还是谁，好就是还，起码就是谁，起码好就是还是谁，好，一样哦。我们来做练习哈。直到现在的意思就是达哈阿尼尼啊，达哈阿尼尼。我们只是加上起码后还是谁，就现在完成时这一句哦。第4句读好，以萨嘎斯巴多，你ayaw na naturo好，你然后跟那那麦，爱的第2号，前3句有人还在没有上传的，还在写的，也可以传上来哟。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对呢，那我们现在完成式就先不要好，然后就等下一周多好。好，谢谢大家哦，今天辛苦大家了，我们的时间也
快到9点整了。好，谢谢大家今天很热络的学习。阿弥阿赖给达那玛布隆号，希望下一次大家也一样哦，也要记得要上线。好，来苏显这个你是第几句？现在这一句也可以啊，你就最后一个。啊，起码好过嘛有是爱，都发物多少个都发物，达哈尼，直到现在还在讨厌虫的，直到现在讨厌虫的还是谁？是这样吗？起码好过嘛有是爱，都发物达哈尼，对呀，直到现在还在讨厌虫的人，有海吗？还是谁？哦，直到现在还在讨厌虫的人，还是谁？直到现在讨厌虫的人还是谁？对，就这个。下一句你改的嘛，哈。对，你改写，对。今嘛好古嘛，有是爱读法哦，阿尼，直到现在讨厌虫的还是谁？对，这样才对哈。好，对啊，你下一句写得很正确。好，所选的句子我们做参考哦，线上的可以做参考。我们下一周我们就还是以这一句来做练习哈。谢谢大家，阿赖，大家早点休息哦。大家今天都很棒。好，阿赖哟，阿赖。